都係有錄下啦，講一啲嘅電視劇啦嚇。其實我最後一次睇 TVB 嘅電視劇咧，就係、好似係《降魔的2.0》啊。之後冇一段睇，冇追 TVB 嘅劇。咁反而會睇 ViuTV 嗰啲劇嘅精華片段，譬如季前賽啊、無用的謊言嗰啲嚇，即係嗰啲嘅片段啊。但係你話成輯咁樣嘅電視劇睇咧，就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咯，而家嚇。都係睇精華片段咁。就算你話睇迪士尼都好，Marvel 嗰啲真係，譬如你2個鐘頭一套電影，有陣時我都覺得幾長嚇。咁都唔係睇咁多，反而我會做其他嘢，反而我會聽佢歌嚇，聽歌多嚇。除咗聽流行曲之外咧，我有陣時會聽冥想音樂嘅嚇，我需要啲冥想音樂去即係去達到咧用自己嘅腳步、用自己嘅空間、用自己嘅時間咧去處理咧自己嘅心情。係咯，咁呢個就係一啲近期我對於電視劇嘅睇法啦嚇。講住咁多先啦，和平酒。